潮流興起靚模熱，10幾20歲嘅少女身材外貌令佢哋賺取到可觀嘅收入。可能佢一開始係覺得你係因為好 sexy 或者係好靚個造型師想同你影啦，但係其實都係欣賞嘅一種咯。青春逼人，惹嚟艷羨嘅目光，同時亦都引嚟唔少嘅滋擾。我見過咯，我見過啱啱啲人影相咧，可能 focus 喺嗰啲唔同地方啊，或者特登踎低裝裙底啊嗰啲咁樣，所以要自己保護自己。走上街頭做靚模，付出嘅代價又有幾大呢？佢哋想得到嘅又係啲乜嘢呢？即係話下 model 10個9個都貪錢㗎啦。其實呢行係真係好多引誘㗎啦，有時都可能會幾黑暗啊咁樣咯。歡迎收睇時事追擊。靚模亦都即係年輕嘅模特業，呢1-2年間喺傳媒炒作底下成為一股熱潮。喺經濟仲未復甦、青少年失業率高企嘅大環境下，越嚟越多10幾20歲嘅女仔夢想做模特業、做廣告女郎，趁住青春賺快錢。呢一個行業究竟有幾大風險呢？其實蘇哥龍咧都係做下派下宣傳單張啊，或者拎住個 product 俾啲人影下相啊，突顯翻公司想 promote嘅嘢咯。今年17歲嘅阿玲做咗模特兒1年幾，今年係第2次做動漫節嘅廣告女郎。都幾好玩嘅，因為會識到好多人咯。例如識到啲攝影師啊，佢哋都會好 nice 啊，話影翻啲即影即有嘅相送俾你啊，又或者send 翻啲相俾你啊咁樣咯。對於好似阿玲呢一類年紀輕輕嘅模特兒，外界統稱做靚模。雖然年紀細，但係阿玲喺行裡面嘅工作經驗都相當豐富。例如佢曾經參與過拍攝電視嘅遊戲節目、電視廣告、電影、雜誌同報紙硬照等等。佢話做呢一行最大嘅滿足感係多咗人認識自己。開心就可能啲人認得你咯，話阿邊個咁樣，跟住你又識我嘅，跟住係啊，我識你啊，我唔知喺邊度見過你啊咁樣咯。唔開心可能就係啲人行過話呢個邊個嚟㗎咁樣咯，咁佢有啲失落咯，係啊，因為其實我自己做嘅嘢都唔係話少啊，點解啲人唔認得我咧咁樣咯。動漫節一共有5日，阿玲每日大約工作6個鐘頭，日薪就超過1000蚊。佢嘅工作除咗喺台上面展示產品，有時仲要近距離派傳單俾在場嘅人士。眼見成班男人圍住自己，佢話時時刻刻都要打醒12分精神。啲人影相咧，可能 focus 喺嗰啲唔同地方啊，或者特登踎低裝裙底啊嗰啲咁樣，所以要自己保護自己。打底啊，或者小心啲咯。唔驚圍住我唔驚咯，我驚佢做咗啲唔應該做嘅嘢，我就驚啦。例如可能摸你啊，或者可能影相可唔可以搭你膊頭啊？其實都唔係咁好啊嘛。同阿玲同台演出嘅 Charmaine 衣着就更加出位。Charmaine 嘅呢一身服飾係根據一個電腦嘅遊戲角色自己親手縫製出嚟。佢話為咗將角色演繹得更加傳神，性感係在所難免。我覺得如果係切合翻嗰個角色嘅需要，我都會性感少少都唔怕嘅。不過我又唔係話特登要令到自己好暴露、好出位咁樣樣咯。中場休息期間，Charmaine一離開個台，就有唔少人圍住佢，想同佢合照。佢話佢唔介意人哋只係欣賞自己嘅性感。如果我哋咁樣着咗出嚟，其實好多一啲觀眾啊，或者啲人咧都會覺得好得意啊，或者好想同你合照啊咁樣樣咯。一開始係覺得你係因為好 sexy 啊，或者係好靚個造型師想同你影啦，但係其實都係欣賞嘅一種咯。同場嘅呢一間參展商
今年就一共請咗17個廣告女郎，定時定候派禮物俾在場嘅人士。佢哋嘅負責人話，舉辦呢一類以男性為主要對象嘅活動，用年輕性感嘅女仔做宣傳，現場嘅氣氛同效果一定會較為理想。少啲布係多啲男仔去拍嘅。如果有 model 嘅時候，其實會多咗班攝影發燒友啊，又或者多咗一啲可能男仔啊，會中意喺度停低拍佢哋一啲相咁樣。咁當然啦，其實佢哋影嗰啲相都會對我哋講係一個宣傳嚟嘅。其實主要請 model 都希望可以帶動翻個氣氛啊，因為始終其實即係我哋啲客戶可能都係比較多後生仔啊，或者係啲年輕人，咁佢哋其實比較即係怕醜啊。咁我哋咧有時喺度麻煩啲 game 哥幫我哋去派啲禮物落台啊，咁咪帶動翻個氣氛咁樣咯。咁都咪可以幫我哋聚集下啲人流，咁啲多啲玩家聚喺個台度去睇下我哋新嘅 product 咁樣。完成咗1連5日嘅動漫節工作，阿玲都仲未忙完。呢一日，佢又要幫一間婚紗店拍攝一批新款婚紗嘅平面廣告。而今日嘅婚紗拍攝，原來係佢喺網上面揾返嚟㗎。點樣揾啊？攝影師揾我嘅。點識個攝影師？點識個攝影師啊？其實我未見過佢嘅，跟住通常都係電話同埋 email 咁樣傾咯。其實佢係個網係 for 啲人揾 job 嘅，咁可能間公司我要揾 model 喎，咁我喺間公司喺個網度打，跟住就揾人啦。跟住如果咁你 model 上到去，跟住睇到啱啦，跟住就撳入去，然之後就 send email 咯。咩個人知道 email 啊、電話啊、上報咯，都唔係好危險嘅。佢話：一般喺網上面揾嘅工作，客人會透過電郵或者電話同模特兒相約一個時間同地點，然後模特兒喺當日就要自己上門揾個客。好似呢一日，客人就約咗阿玲去荃灣嘅一座工業大廈嘅影樓。不過，由於阿玲唔熟工業區嘅路，所以客人前一晚就約佢喺尖沙咀等，跟埋佢哋嘅貨車再入去荃灣。但係到咗開工呢一朝，個客又臨時改變主意。係啊，即係我而家搭的士過嚟。而家佢哋話可能佢哋出咗門口喎，可能我哋要搭的士過去啦。唔緊要，我哋搭的士。邊度搭啊？路痴點算啊？周旋咗一輪，個客又改變主意，叫佢去尖沙咀嘅一間樓上鋪揾另一個負責人，再跟佢哋嘅車入荃灣。即係淨係唔知攝影師係邊個？又唔知講邊個？我冇問啊。我信得過啩。我而家到咗天文台度啊。阿玲話：每次約網上面嘅客人見面，都係自己一個人去。佢話雖然咁樣會相對危險，但係就唔使俾模特兒公司抽佣，可以賺多一啲。好似呢一日由化妝到拍攝做5個鐘頭，就可以有過千嘅收入。阿玲中五畢業之後，做過售貨員同咖啡店嘅侍應。喺一次偶然嘅機會下，喺街上面被星探發掘。自此就做咗自由人模特兒。佢話：由於近日暑假加上靚模嘅熱潮底下，揾工都變得越嚟越難。雖然曾經有模特兒公司提出同阿玲簽約，但係佢都拒絕咗。如果唔簽嘅，可以 freelance，即係咧可以自由身咁樣去好多間 agent 度。因為驚簽咗之後可能如果冇 job 咪好慘咯。阿玲話：聽聞過坊間有一啲模特兒公司會藉住減少模特兒嘅收入，令模特兒慢慢將自己嘅底線降低，然後接一啲性感嘅工作。雖然模特兒呢一個行業俾人嘅感覺越嚟越負面，但係阿玲話呢一行除咗錢之外，對佢嚟講仍然有好大嘅吸引力。好玩啊！可以喺電視見到自己咯，好過癮嘅。同埋啊，
巴士啊嗰啲見到自己都會即係可能會諗過，點知真係實現咗喎，咁你就會好開心。想啊，做幾耐？幾年咯，我諗都夠噶啦。點為之夠啊？夠啊，即係玩夠咯。因為如果即係過咗某個年齡，咁就有另一批相噶嘛，咁就唔到我哋呢啲噶啦。亞洲星光大道。